Aloha 妹妹豬，前2日我發咗好幾張范大師嘅巨作，就引起好多家長嘅興趣，想知道我哋范大師平時係用咩畫畫㗎？咁呢一集就同大家詳細介紹下。首先嚟講下呢個畫紙，闊係60嘅，一卷有50米，我每次係切出1.2米左右就夠用㗎啦，先30幾蚊真係好抵玩嘅。咁呢度俾家長一個小小嘅建議啦，就係7歲以內嘅小朋友唔建議用嗰啲有圖案嘅畫紙。顏料係呢個蒙馬特嘅水粉顏料，顏色好鮮亮，成分都安全同埋冇味道嘅，一支500毫升可以用好耐。咁如果係1歲到2歲嘅 BB 豬第一次玩顏料嘅話呢，係建議用手指畫顏料嘅，因為第一次玩佢哋會入口噶，價格就會偏高啲。呢一支佢一次性可以擠晒，一桶只能玩2-3次，同埋佢嘅顏色唔夠濃啊。飯田小魔女用咗2桶之後呢，佢終於知道呢個唔係用嚟食嘅，我就開始揾其他平啲嘅水粉顏料啦。揾到呢一個唧唧顏料，顏色係好鮮亮嘅，但係呢個樽啊好硬啊，同埋佢嘅回彈力好差噶。佢擠完之後呢，佢唔識回彈啊。最後用我諗到辦法，就係買呢種軟塑料分裝瓶。我揀嘅係100毫升嘅容量，佢嘅 size 同手感都非常之方便，飯田小魔女去創作。無論係手擠啊、腳踩啊，佢都好快恢復原樣。先幾毫子一隻咋，真係超抵，可以直接睇到係咩顏色。好方便小朋友去揀，畫框都好多人問嘅，呢個係叫卡紙相框。我手入邊呢個咧係15×15嘅，都幾硬淨噶。外框用嚟取景超好用，又是一幅驚世之作。你會發現咧喺框入邊世界咧係特別靚啲嘅，係咪啊？係咯。咁當然啦，畫畫唔單止只有顏料，美育亦都唔單止係畫畫，更多係培養 BB 豬發現美同埋創造美嘅能力。呢一個亦都係我成個教育理念嘅核心，對美感知、對人文品質嘅關注，係機械人永遠冇辦法代替嘅。今日嘅分享到呢度啦，拜拜。